家哦，踅街。要去中央百货哦。这是上歹的百货公司呢。上百货公司百啊货。公司。上歹百货公司对。叫中央百货。中央百货啊，你唔捌听过，你唔捌去过。我中央大学的呢，拜托的，我哪会可能唔知中央市场咧对？这唔是你大学附近的菜市啊个百货，唔是哦。这唔是中立吗？唔是阮中央大学遐？唔是。唔是。唔是要去南，搁较南。搁较南。搁较南。中立搁较南，新竹。新竹。嘿。新竹吗？对啦。中央上宽。上宽来迄区啊，迄区拢足好势呢。安尼。对。迄区是咧对啊。伫咧新竹啊。伫咧新丰庙遐。新丰庙啊是啥物所在？啥物区？新丰庙。你上熟的啊？对哈。庙埕遐嘛。庙埕附近。嘿，庙埕附近。已经超过70年的经营的时间啦。嘿，上是陪伴所有新竹人就熟悉的所在。大家最熟的所在就对了。对啊，进前啊拢是老人去，但是即摆伊有改变。较侪少年的去佚佗。老人嘛适合，少年的嘛适合。是。安尼拄好。我有2个队员，足介意去老人嘛适合，少年嘛适合。安尼嘛就对啦。嘿，来哦，加文姐啊，阿雄啊，来去哦，来去哦，哎呦，我当时咧知影讲，头仔讲老人适合，少年人适合，啊，阮是老人还是少年人？哦，你莫家己问，是吗？伊若是讲你是老人，你会哭无？对，我会拜托，你若要讲话的时阵，先让长辈先讲好。我了解啊，我了解。你莫问这问那，白吧，那个白吧。我可能是老灵魂啊。对啦，对啦。就咱今仔你讲迄是啥物中央市商场哦。商场足大咧。足大。你管大啊？系啊。穿甲遮悬啊？你讲好？我去洗的时阵拢是遮水啊！我甲你讲，我细汉的时阵吼，甲阮妈妈，佮阮小阿姨，佮阮阿婆，阮客人叫阿婆嘛，阿嬷去洗的时阵，因拢穿足水的。阿嬷拢穿管大的。无啦，伊淡薄悬呐，淡薄悬，啊穿水去，因为迄吼去遐洗鸡的人，大家拢穿水。安尼无？甲我这你雾，你看，你有死无？好啦，摕2根行啦。走秀诶！很老。啊你介绍的袂歹哦，啊你偌侪钱啊？你是乞丐。哇，安尼哦，这不离啊门啊！我感觉是后宫出巡的。因为吼，较早吼，大家若是要去洗这个所在吼，拢是足欢喜的，啊咱穿水。啊去洗鸡，啊你会看到足侪厝边嘛，朋友大家看到足欢喜。但是我6、7年前有去过迄个新竹遐。啊，遐有人咧卖蛇是？哇！我咪乌叫乌布，我叫白布。遐无咧开蛇。无咧，卖遐卖布的较济啦。你两个搞我惊掉。新竹客人拜年看到妈，看到我先女上，因为你讲后上全部这才是工商客家版的台蛇。客家版的台蛇你也要？正摆互你哦，够厉害。就搞。今仔日呢，咱要来介绍的这位导览先生呢，就是一个商场大汉的囡仔。好。伊爸母就是伫遮做生意。伊对伊来讲呢，这个商场呢，就是伊的游乐场，伊就是伫一个拿佚佗拿大汉的。不过呢，伊几年了后转来看因大汉的迄个阿公阿嬷叔叔阿姨拢无去啊。伊就感觉足稀微，嘿啊！伊到底会使做啥？甲这所在复兴呢？伊决定就甲伊大汉的这个游乐场给吹回来。
好，欢迎我的导览神师市场囡仔上哥。你爱喝酒吗？学长，我世新大学学长。伊摕这管你就讲学长，是学长，我跟你讲，我以为我校长，这个我是学长，我跟你讲，我跟你不要弄传好好。你们听我，不要来，你知学长要来，你家己传杯啊？因为伊拄则来的时候，我想讲，伊那行去倒位，那摕这罐。我讲学长，这是要帮我啉吗？伊讲等下，我讲家己去传杯啊。你讲哦，刚才我传2杯。无啊，恁靠好拢免讲的。你靠拢安尼跳过就对。先啉落再靠好啦，较好讲话来嘛。来，你讲安尼讲啊。好，咱是要去商场，还是要去酒场？我都看无。啊，靠者，来靠者。来，咱上个。这60袋60多， 60多，这管60多，比我爸那个悬2度。嘿，60袋，哇有孙无？有孙，有孙啊！听讲是你家己做的。对，你家己做威士忌。做威士嘿，忌。这用我家己种的米去做。这搞。一般哦，我啉威士忌吼，爱透水有无？无会伤咸。哎，这我感觉足顺的咧。而且大家啉就拢徛起来呢吼。拢大起来啊！咱来靠喉咙棉花。来，来新店洗百回，上老的中央百岁保证舒适，好味搁公道。还有这要提早，还是老弟老爸请大家啉咯，无啉拍算，对不？来哦，小宝，谢谢。哎，学长，嗨，你这支是德赞呢？德赞酒啊，来介绍一个好无？介绍下这款酒咧。这款酒吼是用我家己种的米，哦，因为我本地种米是为了厝内的人种的，哦，因为身体无好，种讲家己食。哦，因为种出来足多的，足多要安哪？安那？就去送。上人送学校啦，送孤儿院啦，送老人院，哦，有一边吼无拄好，一批米下入仓库，无注意了，袂记啊，袂记但是过一期就歹势送啦，要送啦爱送上好的啊，对无？所以就歹势送啦。阮朋友讲，来摕来做酒。哎呦，阮就迄批吼，古罗百斤就摕去做酒，做咧吼。因拢讲，这酒好啉，好啉，嘿，然后阮就来下落橡木桶，下2年，今年摕去旧金山比赛，世界烈酒大赏铜牌奖。比赛冠厉害！所以吼，这个酒正经好啉，你若无啉实在是拍算。对啦，哪啉哪听。哎，你这还有海口音呢？哪啉哪听？你大一好够快，哎，第四季的时阵，我就是鹿港 Q 啦。鹿港 Q 啦，你较济啦，你较济啦。够厉害！咱上个，你是伫咧市场内底大汉，我伫遐出世，我伫中央市场出世，你伫爸爸妈妈菜单顶管出世，哎呦，一个顶管出世，伫中央市场内底出世的囡仔。哦，就感动呢。我是伫遐出世，伫遐大汉，好然后落尾来台北读书，做工课去大陆，去大陆考20年，102年转来，住伫商场啦，因为对商场有一个感情，对市场有一个感情。你住咧商场，你住咧你是困咧单顶？无，即马无条件无遮歹。阮商场吼，阮中央商场甲别位无共款，毋是干那一个单位尔。阮迄民国50年就起4楼厝咯。
啊，对，对蔡市啊4楼，对。我甲你讲，我细汉去的时阵，中央百货商场是足水的哦，是水的哦，真正4楼管是进步的哦，是清气的嘛？是清气的，菜市仔无，迄条件偌好咧。对市场搬来商场的时阵吼，阮甲到阮的身份吼，加悬3级。加悬3级。菜市啊市场这边吼，无便所，无通洗身躯。若要洗身躯安那，3块房啊围家己内底洗。来商场这边咧，2楼有便所，有浴巾，逐项有。安尼你讲有提升无？有啊，真好。迄是啥？民国50年就有啊。外口的厝佫是莫讲破草厝啦，就是拢家厝啊吼。中央商场就安尼咯。哦，足进步的迄是。怪你拢穿官带去啊，找商场。袂使穿衬拖去的，袂使。爱水水去。迄就是即摆，迄个中央商场，就是即摆百货公司迄种。所以我们门口口袂使卖蛇。我知，我会另外。我有形象，一定有后壁。所以老师伊讲，伊淡遐出血，淡遐大汉。系啊，有感情啊。对啊，你听到这，就想要甲伊啉一杯。你都想要啉。啊，这个饮落啊，无咱就开始，咱就倒来。来，给咱上课。大家好，我是中央商场阿翔，大家拢叫我翔哥。翔哥，来，我甲大家介绍一下阮中央商场的状况。好，来，阮中央商场吼，即马大家拢叫伊中央形象商圈。好，那规个其实阮中央商场甲什么斗阵？中央市场，中央商场，西门市场。搁一个上皇庙，就是阮地理上的中央里。拄啊，孝子哥开场的时阵有问我，这是算是东西南北什么所在？中央区伫新竹的正中心。正中心。嘿，伫新竹的正中心。来，我解说互恁听。对阮中央商场即区安尼出去吼，正东边叫做啥？东门街。对西边出去叫做啥？西门街。对南边咧？南门街。北边咧？北门街。是，这老的甲中就叫做中央市场、中央里。所以这是一念两个两人内底上中。两人区的两人。新竹人的心目中，伊是足重要的所在。伫古早时阵，任何的新竹人要来买鞋啊，要来买。做一束衫，迄阵也无咧卖衫，要来做一束衫，拢爱来中央商场买。先去联布来叫裁缝师傅来你量身躯做衫。所以这个区域呢是已经有足久的历史咯。上皇庙伫新竹城开的时阵就伫遮咯。啊，这中央市场伫啥物时阵光复了后就有咯。怪叫中央。因为时间过足久的啊。市场慢慢啊没落，因为民国50年到70年是中央市场、中央商场上界闹热的时阵，人比这个较多。但是即马看到咧，拢无啥人，因为布店大家拢买成衣咯啊，我去无人要来买迄款的咯，无人做来做衫，所以生意就慢慢歹去。但是店搁伫的，所以稀微去啊。所以我就想要在这个所在，互伊搁恢复古早的型，互闹热个。但是因为伊的产业无共款呐，所以阮就对这个引进这个市集开始。阮就叫这个少年家入来摆摊，少年家摆摊这个手做的植物啦，还是烘焙啦，还是搁有等等足多趣味的，是阮这老岁仔拢无看过。这是咖喱较有，还是平常时？这咖喱早有，这已经办5年咯。就等下了，我就开始创这个工课。是迄种文创市集。对。阮希望讲少年家来摆摊，自然就会吸引少年家来这条街，互这条街佫好兴佫趣味个。对。阮咧办这市集的时阵吼，阮拢会去叫这歌手来表演呐。这谁你知无？唔知。黄子轩。看背影，我们也是看不出来。伊
伊甲阮私交袂歹啦，所以阮也有办活动哦。子萱啊，来唱2条歌下款。哦。特别闹市集的时阵，人就拢足多。来，少年人的。对，所以就慢慢就趣味啊。但是阮办这市集呢，阮这拢老岁仔店。无少年呢，我上少年。你上少年？我今年60岁。我今年60岁，我上少年呢，所以阮摆档爱创啊，爱拍刀啊，拍刀啊，拢是这老岁仔。拢是这老岁仔咧办的。哇！所以这代表啥？阮这个商场，大家感情拢就要做一件代志的时阵，不管老的还是我少年的，大家拢出面来做。大家斗阵做吼。为了要少年家礼拜吼，所以阮有一寡店因老岁仔无伊啊。店面就空啊。店面空免啦？你要搁叫伊卖部吗？无生意。所以阮就引进新的店面礼拜。这间册店呢，一开始是我想要做的。你想要卖？因为我足爱读书的啦。然后阮查某囝吼讲，我嘛要参一卡。哎呦！伊讲伊要参一卡，结果尾啊变伊头家。阮这间册店其实当初时吼，我咧想的想法是讲，咱会当把这个册店有一个主题性，独立主店嘛。所以阮有一寡人权啦、土地啦、性别啦。这个议题的册拢伫这内底有，但是一般书店、较大书店有的，只阮家就无，所以阮会伫遮办一寡讲座，啊是一寡读书会，大家来遮讨论。你遐侪人去看册呢？无，阮新的人真爱看册，嘛足爱买册。因拢老讲一句，即摆要买册吼，足歹买。对，真的。因为因想要看实体的册，毋是要看电子册。对，所以。阮特别若有办活动的时候，人拢真济。若要互人入来，对囡仔就开始培养。所以阮办这个叫做啥？绘本讲读。这囡仔就爱听。讲故事，请囡仔来听来讲。这阮查某囝。伊嘛落去讲的。对。所以阮因为这个册店伫遮，吸引足侪爱读册的少年家来。好，真好。来后一张。除了爱读册，嘛有足爱耍的。阮伫这店遮吼，开一间动漫公仔。动漫公仔，即摆上流行的。阮遮内底有时爱摆啥1比1的钢铁人。嘛有华丽巨人、浩克。嘛有这一番赏啦、扭蛋机啦，等等各方面。伫这店的拢有，而且这家拢一直咧变。有足侪少年家来遮交换，交换公仔啦，交换迄款的，办活动，来后一张。哇 ，cosplay， 袂歹吼。这敢会是你办的嘛？这不是我啊，那你就真正厉害。我安尼就迄款的老不休咯。所以阮希望创造无共款的迄个冲突性，互大家。只要有爱读册嘛，有爱佚佗的哦，毋是干那咧读册哦。来后一张。这间店吼，尾也叫做主题咖啡店。阮日时吼咖啡店。暗时就卖酒啊。暗时酒店，你话威士忌，共一间嘛。对，嘛是阮菜市仔的人啦，大家来遮谈上开讲。伫这楼顶，这个爱特别介绍。爱介绍。伫民国50年、60年迄个时代，无所谓成衣。对无？无成衣这个概念。年代无成衣。唔是因为我细汉有去过一间。听阿嬷讲。唔是我的年代啦，是我甲阿嬷去的啦。阿嬷讲。对。伊时阵买衫较麻烦啦，爱做嘛，迄个时代吼，无所谓成衣的概念，无成衣的概念。咱若要一束衫。今仔要嫁娶啦，要娶新妇啦，要嫁查某囝啦，爱来阮中央商场，或者老师带你让身躯，带你做定做的啦，定制服啦，国外叫做定制服。系啦，定制服咱台湾吼较无迄款的吼，叫做裁缝店。嘿，裁缝店啦。这女装店。一束定制，那会足贵的。袂，即马吼做一束洋装吼，我迄天有问这个老阿桑啦，我拢叫阿桑啦吼，3000块。一束3000，差不多。定制哦，3000块。对哦。做起来感觉安那？下输啊下输。这块大姐拢足厚，你甲图片互伊吼，
伊就讲吼安尼哦，爱就伫边仔开始画哦。伊讲吼，这背面就是安尼啦，吼，安袖子安怎？伊就咧看相片就甲你做出伊就来，甲你裁剪，伊就甲打白，伊就在做出来。伊一个人会使对娘衫、拍板啊、车盖，对，搁修改，带你来，搁来你刺青价，然后搁带你定价价，下输啊下输3000块，就划算。所以这件代志吼，爱用早，安尼用早90岁，嘿，90岁。昨问伊的，90岁，我昨去时阵伊咧创啊，你知无？你创啊？咧摇衫，咧拆衫，目目睭有够金的，系啊，足够的，目睭有够金的，手足美。厉害，厉害，国宝啊！差不多规个新竹市村伊安尼咧做，哦，所以你若要做，爱量早，无吼无机会。哦，来介绍后壁一间店，哦，这是阮新竹第一间的金香店，卖香的，哦，1937年，都有啊。嘿，1937年，嘿，两个兄弟啊斗阵做，家己做。要卖香，家己做，家己内底有工厂。哦，嘿，去鹿港学功夫，来新竹，到新竹做香、卖香、做金纸、卖金纸，一直到即嘛。哦，因为即嘛时势较歹，大家较拜拜无，啊嘛政府嘛无推广烧金纸，哦，所以就即个销售量就较少。哦，啊，因即嘛大部分的业绩拢靠对上方庙，啊，阮边仔关帝庙。哦，供应伊香，供应伊金纸。啊，因你伫坚持啥？我感觉即间店其实爱特别介绍，恁嘛有机会嘛爱来佚佗。因的香吼拢是天然的，无添加任何的化学的物质。哦，伊拢是安尼，拢手工来做的香。哦，遮的香拢是完全是天然的茶粉啦、香粉啦、中药粉去做出来。哦，所以即个店是真有历史。所以今仔甲大家介绍吼，伫阮中央商场吼，30年是毋是老店？毋是，有去的店，哎，50年起才叫做老店。哦，厉害哦！老店有啥通好佚佗呢？有啥通好熟悉呢？有啥物？香店虽然吼慢慢啊淡出咱的视线，但是有香包吧？哦，香包内底要煮啥？来这，系啊，中药啊，中药啊，系啊，中药材啊，哦，啊来我请教大家咯，嘿，啊就有啥功能咧？功能哦，系啊，这有啥功能？你敢若讲个水蠓尔？仔袂来啊，撇车，诶，对不？蠓仔袂来啦。哦，我感觉可能放伫衣柜内底，有无会迄个除臭，哦，然后沙会芳芳。哦，我感觉这放在身躯的吼，渣男袂靠近。不厉害啊！啊，你这个你，这个你检查这样。对。来，这有啥物作用？这有啥作用咧？嘿，渣男退散哦，是毋是渣男退散呢？咱来看，有作用是驱蚊哦。这除了撇蚊虫，搁一个上重要，其实伫香店上重要就是现在我食无写里边，就是辟邪。会想嘛？嘿，哦，对，耗子实在有够巧。谢，哦，你那这个，无啉一个拍算吼。欢喜。哦，所以伊内底就刻这个粉吼。对，这是啥粉哈？这内底吼有超过20种的中药材，哦，用中药材都拍粉，糖化做粉，凝做粉。是安那爱超过20种，一般是用麻草就好啊。无喏，这偌珍贵的物件咧。系啊，无啦，即摆妖魔鬼怪较厉害啦。妖魔鬼怪较单纯。检测都有够啊。对，特别差。妖魔鬼怪就追。这是加强配方。嘿，加强配方，不辣死。了解。啊，除了这咧，爱来阮新竹厂啊。食新竹饼，新竹饼是出名的啦。来哟！新竹饼，食饼，新竹饼，咱要用啥？这是传统的。新竹饼吼，大家拢知竹站饼，嘿，竹站饼，对无？哦，竹站就是咱新竹嘛。对啊。这个竹产这个名是400年前荷兰人来的时阵就叫竹产，但是这个名叫做啥？是讲啥？
就是咱酒店迄几字英文字，但是迄是荷兰文。对哦 Hotel， 对哦，嘿， Hotel，伊是荷兰文，毋是英文。哦，荷兰文。 400年前，伊就是安尼称呼咱是德赞。哦。啊，即马就互大家小要一个。嘿，这德赞饼是安怎来的？伊的来源是啥？来历是啥物货哩？伊本来是啥物啊？变做德赞饼呢？嘿啊，本来这是虾米事物？互的灵感发展出来的新产品。我要看嘛，要看嘛。好，肉包。来肉包。因为伊这内底敢若有包肉，我闻到肉的香嘿，气，小可接近哦。而且才佫有膜啊，肉包有的顶悬伊的夜膜啊，水煎包迄款呢。我感觉敢毋是烧饼，因为烧饼的顶悬有芝麻，芝麻对无？啊，这馍是芝麻，啊，就是烧饼甲变做较细，较细，而且佫包肉入面安尼。哦。你敢若食着肉吗？佫有足侪项呢。那刚有淡薄迄滴滴啦，迄什么？当归是毋是？当归，敢毋是往来酥？你讲大饼，大饼，结婚咧用迄种大饼。这内底有迄个当归无？当归安尼。你要是大饼变成变细粒，你要是肉包，啊，是烧饼。烧饼，阮客人吼，哎，你讲，可能是较节俭。是啊，阮若结婚吼，拢送大个遮大个饼吼，家己去互大家食倒的。收贵，无去人送一个细个就好啦。比你的，因为我嘛是客人，我同意。结婚送一个。食一个口味就好啦。无啦，要嫁查某囝遮大个代志，哪会使甲咱送碎饼，爱送大饼。而且吼，我等恁包红包包了，再送饼互你。爱情摕个钱，爱摕个。我这互你，你送收细包。这张饼到底是什么食物演变而来的？哦，来，肉粽，有关系无？想会开袂？讲不出来吗？这个鸭本地鸭真单纯，就是肉，甲油葱，啊，这就是包肉粽。哦，那然后可能啦，吼，是包无完，啊边仔拄啊，佫有做糕啊、糕皮，有得包咧摕你去烘。哦，啊嘛袂歹食呢。啊，所以其实阮早期叫做啥？糕皮饼。糕皮饼是大部分新德人讲的，德赞饼是外地人讲的。哦，是，哦，啊，佫有嘛有人会讲肉饼，肉饼，所以这个物件内底有肉有油葱，伊的来由就是对遮来。啊，要买这个饼伫倒的？伫遮，伫阮西安街，嘛伫阮中央市场内底。哦，这90多年的老店。哦，这应该足好找吼。对，足好找，足好食呢。我感觉一地饼食了后已经足饱的呢，因为咸芳，你是毋是感觉是正餐共款？我就感觉这配烧酒足多啊。係啊，你無解怪。而且有當時啊，人咧講哦，這個人哦，你哪安尼肉餅面，講伊面足大餅，其實你哦，你先着肉餅面。係啊。先着個肉餅面較圓啊。你看，你學啲先着肉餅面哇，這個人聽，好命這人聽，你看。為啥這餅頂個這紅的這什麼？這記號哦。這記號，伊吼，你若有注意看吼。阮的肉丸嘛拢有長。肉丸有。啊，對，你是紅做的嘛？紅做的，肉丸有。啊，這若佫講着佫另外一段故事咯，迄就唔好講吼，迄另工再佫來講吼，無講袂煞，我着佫唱三點鐘的歌。阮新德城吼，有中央市場，有中央商場，中央商場是一個老的商場，歡迎大家來阮遮佚佗，嘛來我店的甲我開講啉燒酒，多謝大家。安尼講起來就是講啊，恁伫迄個商場內底啊，你唔若是店家，恁閣是厝邊，是毋是？恁講恁是咧住咧內底2樓、3樓、3樓、4樓。哦，所以吼，阮遐吼比即賣社區閣較親近，大家感情閣較好。這是我走遮濟所在吼，找袂到的感覺。阮查某囝細漢的時陣吼，佇咧中央商場吼，大家飼大漢的。
大家饲大汉的。哎呀，卖鸡就讲，这鸡肉第一只，啊卖饼，你食饼啊？出去就行咯吼，行出去，啊那突然间无叮叮叮的声咯。啊，原来有人搭狐狸来，狐狸伊个店的饲，啊饲咧都饲饱了。安尼袂歹呢，哎呀，安尼袂歹呢。啊囡仔无声，画一个，啊人咧，哦伫阮家。哦，安尼真好呢。感情真好。啊，这个感情是即马找袂到的，即马找袂到的。厝边变亲情的感觉你呢。感觉这个中央商场，敢若是织毛衣共款，大家拢是交织在一块。真的呢，大家感觉做伙啊呢，所以我今仔过来介绍我一个老朋友。哎，阮这老朋友吼，即马我咧做商场活化，嘛足听我的。好。啊，我看伊大汉，看伊我就大汉啦。你看伊甲你家己大汉。嘿对。哦，是安尼哦。咱今麦要邀请的是你的我的厝边，我的老朋友，碰色店的头家谢福清谢大哥。谢大来，请坐。头毛白到有够水的啦！拍谢。哇，感谢。请坐。谢谢，大家接来。啊，你哪会无礼貌？伊人来你，伊爱菜关的啦。哎呀，你也无讲我，你有礼貌，你有礼貌。我讲，这阿香的酒哦，无啉怕胜，无啉怕胜。所以今天哦，你讲无啉怕胜。伊头一句我就知影伊的个性。对，伊个个性，嘿，甲倒。哦，你听下做要行会醉啦，没事。啉茶啦，啉茶。啊，你敬茶，欢迎。欢迎。大家欢迎。足欢喜哦，啉落足欢喜哦。因为这酒哦，我叫阿香讲的哦，会使讲哦，天天喝啦。天天喝哦。阿香哦，酒哦，今晚来做出来哦，这那个试看卖来，就试先。气啉的。谢谢。赞哦，请坐。你甲我今仔日袂输，敢若要嫁查某囝。别个讲大饼哦。哎，谢大哥，你今年几岁？啊，今年哦，差不多78。78，看起来足勇的呢。哪用？系啊。因为每一工拢在啉。啊对，你讲有理。我定下咧人平时咧人介绍吼，啉啥你知？烈酒。啉高酒上好。所以你今仔日要来介绍高酒好。这不是啦，不是安尼讲啦。今仔是做有名迄碰西店。碰风。哎呀啦，碰西啦。你捌有袂讲哦？阮这市场内底吼，阿伯啊，佮阿婆吼，拢足够骂人的。足够骂，哎呦！你拄讲阿伯出来时阵，伊就讲，我敢若捌去。我细汉时去我骂过。你讲你细汉时捌有你骂过？因为我做细汉的时阵吼，是阮妈妈、阮小阿姨、佮阮阿婆吼，带我去踅街，啊，阮定去你的店。因为阮阿婆迄时阵爱拍迄碰西嘛吼，啊生意偌好咧，内底拢专人嘛吼，啊你就听头家讲，紧来要买啥安尼吼，啊你若看足久，头家就无要插你啊，讲哦，你等看，你就去无用。我是讲啊，有时冤枉啦。冤枉，我是冤枉啦，因为咱若讲咱生意好吼，当然形势会较迄款的吼，对无？嘿啦，较着急，有时对人迄口气吼，会小可较急啦，对无？一定会啦，没有说不会的，还是会。你发三杯。啊，老板跟会讲吼，囡仔还欠看呢。囡仔看呢？因为足侪囡仔去的啊，我囡仔看的，我囡仔无去啊。阮咧商场内底吼，平常日吼。挤人的时候都要这样挤进来。我有问题，是不是人多生意好就赚足侪钱？迄阵啊讲实在哦，现在钱是好赚。好谈，安尼好谈，安尼好谈哦。因为现在生意好啊，系啊，对不？啊，天天都是剩钱呀！哦，你不要暗时啊拢剩钱，哦，我刚做起来嘛。拢现金啊，我现金嘛，无欠啥，系啊。啊是安那谈，安那好谈啊。人客要甲咱买就好谈啊。安尼，啊一个月唔知偌济。不，听讲吼，伊半个月就买一斤厝。那遐好啦，无啦。都市传说，伊讲的，伊讲的。无啦，伊哪安尼讲？无啦，无啊夸张。我靠一间厝吼，
7、80万啦。哦，啊，一工的营业额吼，会当8、9万啦。哎呦，10外工就买。真正8个月买一间厝。伊即马讲的，咱是咧做生意人，咱讲实在。你讲做8、9万，唔是天天的。 有时候好，有时候坏。你那老公我们大家遐好，所以按2个月才有通买一间。来，无啦，我即马来，头家做生意一定爱讲，无头家会甲你讲生意介好，趁介济袂无头家。你好奇谢大哥是安怎卖，安怎趁大钱的嘛？伊做啥？无人就安尼趁大钱，就有钱来啊！伊直有做啥？碰西啊，讲碰西啊。所以就要跟他做生意哦，这生意真是很较好做。是啊，但是你嘛就搞叫 DIY 啊，教学啊，都迄种爱，是不是爱体验一下？我细汉时，阮阿婆若拍迄碰西拍围巾吼，伊拢去店里买吼，买的时候甲头家娘讲吼，啊你先帮我开头做好。 啊，迄开头就麻烦呢，做好，啊，就是拍，您有这种服务？哎呦，啊，拍到尾后吼，你不要收尾吼，都个伊来，啊，都个摕来，就是啊，头甲尾拢来应付啊好。咱来学习要安怎做，好无？今仔你有 DIY 要体验？今仔 DIY 是我早一个讲做上介基本的、上简单的。来，好。碰西。啊，今仔你要做啥物 DIY？ 今仔我是上简单做一个，咱讲做球啦，毛线球，毛球伊种唔免工具咯，吼，唔免啥物，干那安尼就毛线球摕来，我做一个示范，互你看，你看，你是讲即马少年人唔知影啥物叫做碰西啊啦。碰西安怎咧碰西？古早人也就是碰西。 因为碰西哦，就是安尼，它松松碰碰的，好咧碰西，对吧？意思咱咧古早人咧号一个名称就是种代表一个名词啦。啊，这是碰西哦。这到底是啥物毛？咱一般的哦，干青或者碰西，但是碰西有啥物毛、啥物好料，还是啥物料？啊，这是亚克力。哦，亚克力。这是亚克力那尔。亚克力就是尼龙的，咱那个奶龙的。哦，奶龙，这是奶龙。啊，碰西是有羊毛的，啊有啥物真侪毛料、毛海，你知影？你看啊，迄足侪迄毛海、羊毛。啊，讲啊，克什米尔爱啥物物件？克什米尼罗爱啥物毛？即侪种的，啊，这是基础的。啊，即嘛是咱啊，咱你若过来摕一半，摕什么个人摕会使？我爱干嘛写？我爱干嘛写？好，你甲小无要紧。啊，即嘛摕咧吼，看要做大粒的，就4支。你嘛爱做大粒4支哦，较细支的，较过去3支，开3载，啊，你4载，啊，你4载就在洗啊。 你要注意。啊对啊，好啊3支对啊，像你咧啊，甲洗，甲醃咧就好啊。醃袂啊，洗几年？爱洗几年？洗啊差不多唔免，这唔免啦，无一个管这偌济。哦。洗啊一个高度，安尼。直直到。哦，你也遮紧啊？对啊，你先紧啊吧。啊，你洗吼，洗差不多安尼平均吼，一个宽度。 一个宽度，我跟你讲，其实差不多，我觉得，搁洗。啊，以前上少爱到100桶的啦，100个左右啦，上介少啦。啊，以前就是一个人安尼做，无，这是上介基本做趣味的，做趣味，这个大理的啦。我洗差不多30几，我感觉这血流袂过。你卖，我手卖，哦，你是要安尼甜啊按啦？真的嘞，手按嘞，手冰安尼是正常的吗？手按啦，你手是按，你爱甜哦，稍开哦，安尼保持这个距离，安尼保持啊，上啊。你莫直直拿甜拿按，你不是最后翘伊无？我讲的嘛，我洗30几年，你才甲我讲哦，奇怪。哦，爱上啦哈。上啦，你手直直莫直直变啦。哦。啊，你夹一条夹起来，夹起来好。啊，留一条线头。一条线头。哦。留线头哦。等下剪一条线哈。剪一条线。这要绑，这就要绑中间的啦。绑中间咯。甲绑咧，绑我按。甲绑咧哦，好。我安尼差不多啊吧。 无够啦，佫无够。啊，你咧，头家你有够无？无够，佫加淡薄啊。哦，佫加淡薄啊。有一个厚吧？可以啊。会使。有一个厚度的。我这足厚啊，我足高啊呢。哎呦。对。这应该。安尼像你的就是安尼，啊，中绑起来。哦，中绑起来。哦，中绑安尼。这里这样子。OK， 好。啊，老板，你会使啊吼？可以使。嗯。哇。可吹人啊！
你我绑袂起来，你看嘛，你等我者。这个个起安尼哦，对折啊，从中间绑着。哦，从中间这个从中间绑着哈。啊，绑死结吗？绑死结，绑紧一点没关系啊，尽量绑紧一点。中间绑加条不要紧，好，加条。啊，这条边啊？这条个放在边仔就好。啊，你搁绑一条线吼。安尼，好，这条线就要绑在中，啊，起咧。安尼。啊，对，啊，这个中。哦。啊，这个中吼。啊，这线有绑了迄，敢卖加掉？唔好，这线唔好加掉。老咧，安尼，你个吹按，安尼，你个吹按哦，吹较按呢，啊吹又按呢，安尼，吹落去，哎，我成功啊，我成功。来压背啦，来，阿妹，来过来，啊，这个加开，加到这个中，这加开，这加到我这。两边拢要加开哦。两边拢加开，加开就做起来就。OK 啊。爱搁收啦。收。哦，你看，你安尼了，对吧？啊，这线能加长咯。这变一粒球呢？啊，就是要做球啊，做毛线球啊。啊，你即马，我你嘛。哦，安尼。你嘛，嘿，一粒球。啊，你即马就加开啊，你个个。加开哦，加开。你那帮伊做，唔爱帮我做。那无，好来来。来讲真笑的啦。哦，这样听到。海丁啊呢？海丁海丁。以前啊，一粒碰西爱偌济钱？这是真歹分啦！你来看炒，我咧解释讲，伊的品质有差啦。品质差。你讲炒100块，爱100块吗？无啦，较济无。60块。较悬。较悬哦。因为而且爱收啦。爱收啊！收这个边啊吼，不整齐的，啊，甲收啊，较平的。老师在做是迄个海胆的咧。哦，有型吼。哦，有型的。对，这个做法吼，会使讲你即马定一个蓝色对无？啊，拧到摕一半。会使个摕白色的来吼，摕白色的，甲顶掺落去，啊用，啊伊的球就变做做侪色的，做侪色的，变哦。哇，甜无够多，甜无够多就按人，都袂球就袂水。哦，我也足水的，啊你足水的，系啊，原来甜嘛是有好处啦，按也按，毋是你若要甜啊，你就按安尼，手捏咧哦。这个甩一甩，给它整齐一下，啊，你看没有？对。啊，你看这个无边，这个较揪揪的，哪个剃头嘞啊？洗啊个，你就按甲洗一下，哦，甲修的，安尼甲修的，安就较水啊，对无？哦，像这做这用途是啥物？装饰的，啊，袂趣味的。哦，头这都做啥呢？来改你的时间啦。会当做啥？我讲吼，头这人做这吼，一粒球，啊，佮做一粒球倒落去吼。这个。安尼吼，啊。做一个目睭甲藏咧，是一个喙甲藏咧，就只小鸭啦，对呢，对无？蓝毛小鸭都可以。欢迎来阮的店学哈。水哦。而且这都甲修啊边啊，就水啊。所以阮安尼算完成啊，就对啊。对，然后个修较水啦。这嘛说来摕来洗碗吼。洗碗有即嘛有洗碗啊。摕这来洗碗，你食无啦？你甲这做鱼糕啦。有啊，你讲鱼糕会使啊。安尼放的，哇！哎呀，我讲水哦，有装饰的啦，真是的。有装饰的吼。做碎粒的，哦，啊做一个糕啊较调的。哦。啊，破咧嘛真好看。会使啊，拢会使。你有配着色的。拢会使，这是可以玩很多东西的。曹金嘛在做迄个小动物哦，可以去装饰那个倒的组合起来。你这边做熊啦，啊做啥组合起来就可以，用背下凹的倒的，把它倒碎掉的就变成组合，就可以。今仔日介绍的这中央市商场，好胜好，我是感觉这个感情足深的，差不多60度安尼这么深，这么高安尼，哎，恁感觉咧？真好耍，我感觉佫有一个人情味。人情味，对。佫今日阿公就欢喜，真嘞，而且安尼讲吼，咱倒咱好朋友来教 DIY 速度遮紧的，我是感觉足甘心的。顶到有一集，迄个伊，我就莫讲，迄是辛苦啊，嘿啊，我已经做好啊，哪会安尼遮紧着？无啦，困难的吼，啊教规我伊就无耐心，真的无耐心，伊就放弃啊。对啊，比如讲有咧做迄。有无？你迄，这小音的。来，
着我，咱大家饮着来，来啦，今仔倒咱内容，你若感觉袂歹吼，咱就个干杯啦，你看怎么？来，先接这倒啦。真好食的，算好算的，来出发了，拜拜。哦，今仔敢若咧啉烧酒。